为5月17，咱台湾就进入灰色加园，外界拢真关心发电相关的问题。即卖有高雄市议员就指出，现代电厂的3号甲4号乡土团的机组有偷偷咧放，要求环保局都要公开这个信息。不过环保局讲，这个机组拢已经转做是有味的啊。有照环评承诺的规定，嘛希望现代的3号甲4号机会当伫今年年底来投入。自517了无核电，国内火力发电敢会全部拢开始放。高雄市议员表讲，现代电厂3、4号联煤机组偷偷启动。环保局强调，这2台机组拢是转做备用机组，并且依照环评的承诺，伫咧备转用量率无到8%时阵才会启动。2台只敢若用100瓦点钟，无超过720点钟的规定，也讲今年就会投入。我们当时是有跟他讲，既然是说已经转备载了，是不是能够在14年能够除役？这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个要求啦。但是这个部分还是要台电这边来评估看看。市府希望台电会当提前，不过台电又搁强调4号机依法明年才当投入。高雄市议员区宇宪质疑台电无尊重市府，要求所落来只要一开机，环保局就应该通知高雄市民防范。只要一开机，就应该同步公开在网络上，告诉高雄市民，这些燃煤电厂、这些老旧的燃气机组已经在开了，请高雄市民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。区宇宪议员讲，现代是高雄市空污排放第2关的固定污染源，3、4号机伫咧4月2日2日时阵就已经启动过。要议员讲，大林电厂也同款，5号燃气机组也伫咧停机了，搁开始启动。环评监督机关环境部讲，环评承诺并无要求现代伫咧启用进前要事先通报，不过事后的稽查是不是违规？要求台电公司把每一天它有启动的都记录下来，我们去查就会查它这个部分是不是都有依规定在8%以上才启动，我们采处罚款就30万到150万。环保局讲，大林5号机也针对备用机组，启动标准是备转用量率无到6%的时阵，一年也袂当超过720点钟，并且讲台电伫咧启动进前会通知环保局，并且伫咧因的电厂的网站公布。对此，市议员建议应该全面公告，予大家知。局长张瑞芬讲，以后启动进前会上网通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